高雄有一個29歲查甫人，對今年3月底開始連續5屆，佇鳳山林園大寮地區叫計程車甲載去試駕所，落尾呢攏無買納錢，找一個理由浪講，一直到上尾一屆呢，伊叫車坐到鳳山要用同款的步數逃眩，運將隨家突破，拄好有警察巡邏到位，坐車唔納錢的代志才來曝空，即馬檢方也依照詐欺得利罪，甲人起訴。你認車嗎？我伊都坐車來遮，伊也無一錢互我。看到警察巡邏經過，姓張的計程車運將緊隨員警來到三公，因為姓林的查甫人佇鳳山家叫車，一路坐去大寮，佫坐轉來鳳山，車主攏總501，姓林的查甫人煞講身軀頂無紮錢，愛轉去摕，運將感覺代志無對當，無愛放伊走，拄好有員警巡邏經過，不過安怎問姓林的查甫人，就是無買付錢，運將堅持提告。確定沒辦法付錢哦，那我就是現行犯跟你移送了哦。確定哦。警方依法受理，並收集相關事證，全案依涉嫌詐欺得利罪移送偵辦。這件坐霸王車的代志發生在4月13日，姓林的查甫人隨行按照現行犯移送地檢署偵辦。尾處檢方一查，佫發現伊根本就是挑工坐霸王車的，進前已經有4屆記錄。頭屆是3月27日，佇鳳山叫車坐去林園，講要轉去提錢，尾處就浪講走甲無看人。檢方表示，姓林的查甫人明記知影家己無錢，煞食了財自斃，連續5屆安尼做，真正不可取。總計詐得不給付車資之利益共4305元。本署檢察官偵查終結，認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，依法提起公訴。一般啦吼，我若拄到這攏是當作是自己倒霉啦。算家己衰啊。如果說這個蠻嚴重，就是直直安尼無，我會較注意，會通報。運將講走車無輕鬆，伊駛計程車20外趟，久久啊嘛是會拄到一道，嘛是偏啊懵懵地算家己衰。不過若像這個查甫人安尼，一屆騙過一屆，實在真唔通。記者柯家族邱超陽高雄場報道。